这阵仔在台北市鸟市是安尼4价2，所以下药的方式呢嘛来引起讨论。有野保团体是认为讲安尼做，若是无通好控制这鸟鼠的数量，其他的野生动物若准食到，佫会造成生态冲击。因来台北市环保局伊是强调讲，其实下鸟鼠药已经是最后的手段。鹰仔伫天顶咧飞，鸟鼠是因食物的来源之一。台湾免禽研究会指出，对2021年到2024年送验的死亡免禽内面有61%验出体内有鸟鼠药啊。台北家人的鸟鼠鹰样本验出率更较悬，有92%，挖近70%，含有2种以上的药剂，佮有鹰仔类的体内竟然市面上5种的鸟鼠药拢有，其实是非常严重的，包括我们所有人。都可以随意的买到老鼠药这件事情，它根本没有控管。现在就是让整个生态系就是走向崩坏的一条路上。保育团体烦恼，鸟鼠药可能一开始只是偷鸟鼠，不过食鸟鼠的免禽甲蛇类嘛对咧受害。鸟鼠是真后探种，免禽甲蛇类是探种较慢。那大规模偷鸟鼠药后续会有更较大的问题。那就会造成所谓的生态空窗期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些老鼠其实缺乏天敌压力，又可能因为产生了抗药性，最后可能造成另外一波鼠患诱起。学者指出，鸟鼠类防治伫国际上走向综合病门管理，首先爱科学监测，佮爱强化环境的管理，降低因内化学药制定。不过目前台北市并无监测，所以这个鸟鼠的灾害到底偌严重，也无定论。的确是个未定论的地方，但是这也是我们也因此要去加强去检测的部分。目前台北市府拢以1999市民通报数字减少来回应鸟鼠的灾害，并无像外口讲的遐尼济。环保局阁讲，投药是最后的手段。填补鼠洞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废弃物，就是等于说这个老鼠居住的环境的，能不能够更有效的去清除？那至于这个投药的部分，是我们最后的手段。针对外界质疑，鸟鼠药无应该落现坑咧，应该放入去药盒底。环保局强调，疑悬的相片显示的是，把药等入去鸟鼠坑附近也是插入去，唔是凊彩黑白蛋，嘛是为着翕相才会有开树话。未来投药甲清销的资讯会公开，互民众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